弟兄姊妹平安，歡迎大家嚟到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計劃。我哋鼓勵你現在聽一次，然後喺中午或者晚上，我哋打開聖經再讀一次，讓我哋一同建立每日讀經嘅習慣。今日係2月10日，經文係記載喺馬可福音13章1至到37節。今日嘅經文主題係耶穌預言聖殿被毀和末後的事。我哋一齊嚟聽下今日嘅經文。耶穌從殿裏出來的時候，有一個門徒對他說：夫子，請看，這是何等的石頭，何等的殿宇！耶穌對他說：你看見這大殿宇嗎？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，不被拆毀了。耶穌在橄欖山上對聖殿而坐，彼得、雅各、約翰和安德烈暗暗地問他說：請告訴我們，什麼時候有這些事呢？這一切事將成的時候，有什麼預兆呢？耶穌說：你們要謹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們。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，說我是基督，並且要迷惑許多人。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，不要驚慌。這些事是必須有的，只是末期還沒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，多處必有地震、饑荒，這都是災難的起頭。但你們要謹慎，因為人要把你們交給公會，並且你們在會堂裏要受鞭打，又為我的緣故站在諸侯與君王面前，對他們作見證。然而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。人把你們拉去交官的時候，不要預先思慮說什麼，到那時候，賜給你們什麼話，你們就說什麼。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，乃是聖靈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，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為敵，害死他們。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，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你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，站在不當站的地方，讀這經的人需要會意。那時，在猶太的，應當逃到山上；在房上的，不要下來，也不要進去拿家裏的東西。在田裏的，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當那些日子，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。你們應當祈求，叫這些事不在冬天臨到，因為在那些日子必有災難。自從神創造萬物直到如今，並沒有這樣的災難，後來也必沒有。若不是主減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氣的，總沒有一個得救的。
只是為主的選民，他將那日子減少了。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，看啊，基督在這裏，或說基督在那裏，你們不要信，因為假基督、假先知將要起來，顯神蹟奇事，倘若能行，就把選民迷惑了。你們要謹慎，看啊，凡事我都預先告訴你們了。在那些日子，那災難以後，日頭要變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眾星要從天上墜落，天勢都要震動。那時，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、大榮耀，駕雲降臨。他要差遣天使，把他的選民從四方，從地極直到天邊，都招聚了來。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，當樹枝發亂長葉的時候，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。這樣，你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，也該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門口了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世代還沒有過去，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廢去，我的話卻不能廢去。但那日子，那時辰，沒有人知道，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你們要謹慎，警醒祈禱，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。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，寄居外邦，把權柄交給僕人，分派各人當做的工，又吩咐看門的警醒。所以你們要警醒，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什麼時候來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雞叫，或早晨，恐怕他忽然來到，看見你們睡着了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，也是對眾人說，要警醒。今日嘅經文主題係耶穌預言聖殿被毀和末後的事。耶穌指出聖殿將會被毀，並且說明人子再來前有哪些事情會發生，諸如假基督出現、天災戰亂、信徒受迫害和聖殿被玷污。這些事情在那世代就出現，但人子再來的確實時間，就只有天父才知道。所以人要時刻警醒，等候耶穌回來。盡心思考，耶穌點樣形容聖殿被毀同埋末後嘅事？按照耶穌嘅教導，你既唔知道佢咩時候再返嚟，你應該用咩嘅行動等候佢嘅再返嚟？親愛嘅弟兄姊妹，願我哋讀聖經嘅說話，亦都思考聖經嘅內容。願神嘅說話祝福大家。